呢度一定係返香港最近嘅地方，落樓咧就係我哋嘅九州港碼頭，可以直接搭船返到我哋香港以及係我哋嘅深圳啦。然之後咧呢度有條路可以直接上我哋嘅港珠澳大橋啊！香港無論你係走海面啦或者係地面啦，都非常之方便嘅。咁成個樓盤咧同大家講下先嚇。109方嘅3房2衛，呢一套咧係真實嘅交樓標準嚇，輝少永遠都係噏真嘢啊，講真嘢俾大家聽，睇咧都睇真嘢嘅。109方嘅，咁佢係做到一層有5戶，每一戶咧都係可以做到獨立嘅電梯入戶，等於呢一笪面積咧係俾你自己使用嘅。咁入門呢個位置咧可以有個洗手間啦，一返到屋企嗰陣時先洗個手，洗乾淨對手再入門啦。小區入邊咧仲自帶會所嘅，好似健身室啊，以及係瑜伽館，以及係泳池都可以有俾到你嘅，同埋咧係供業主你自己去使用嘅，出邊啲人咧入唔到嚟㗎嚇。成個樓盤佢嘅面積咧有109方至到去我哋嘅140方都有。如果你係想採光單邊位更加靚嘅話咧，咁140方會更加適合大家。珠海吉大嘅位置嚇，珠海嘅富人區。當其時好多銀行，包括依家啦，銀行嘅總部都係設立喺我哋嘅吉大呢個位置嘅，所以如果要辦理銀行嘅業務咧，呢度都好方便嘅嚇。如果想要了解呢個樓盤嘅備案價錢以及係折頭，可以即刻評論私信啲我。